自后2026年4月2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感谢上主的帮赞。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4篇第10到第8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4篇。八家上耶路撒冷的诗，大笔所做。以色列就讲：若毋是上主为咱，若毋是上主为咱，人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受气的时，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大水早就甲咱冲走，大涌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咱着称赞上主，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者落縛。咱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人的罗网，罗网破裂，咱得到逃脱。咱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感谢上主的帮赞。2025年9月23日，法加沙风台的外围宽流极大澎湃雨水，造成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上游的崩山湖溢流。对于崩山湖溢流的大水力道强劲，瞬间冲毁马太安溪桥。桥面规个断裂，互大水冲走，使得东部南北向的干线、第19线的交通受阻。更较严重的是，大水土水流瞬间涌入光复地区，导致真侪人家厝仔一瞬间淹没伫风土土水流中。灾难发生了后，我有甲东部中会的几位牧者随即做伙前往位伫光复市区的大安教会协助救灾的工作。阮进到受灾户厝内，协助清除污泥，真侪人得讲会延毕超人其中的一员。大部分救灾志工拢有的共同经验，就是双腿侵犯年龄无法度爬出来。当身陷泥湳的困境的时，除了个人爱技巧性势振动双脚以外，更较需要身躯边的救灾同伴做伙协力，才当对泥湳中求生持续工作。救灾者的共同经验，也包括开费真长的时间清理，却往往简单会当为受灾户清出一条小小通往客厅的大道。毋简单安尼，救灾并毋是一时的，反正是需要长久的协助互助。大安教会位伫光复市的市中心，大量的土水流来袭的时，拄好首冲其中，原本应该会造成严重的灾情，但是感谢上主的是，因为伊的同在甲赏赐智慧，互早期计划建堂的牧者有远见。甲地下室挖出来的土用来屯灌较长的地基，互众人深深体会到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的真实。超使大量土水流对教会大门流过，却无漫入礼拜堂，互大安教会通真做东部中会教社部的救灾中心。搁甲1919救助协会协力，帮赞信徒甲邻近受灾户重整家园。伫光复地区的大水灾难中，
笔者亲身体会到世人的经历，若毋是上主为咱，人起来攻击咱，对咱发出受气的时，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大水早就甲咱冲走，大涌早就淹没咱，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感谢创造天地的上主，因为咱的帮助是对伊来的。若毋是上主的帮助，今日咱会是偌尔可怜无助的人啊！当咱互受到攻击的时，若毋是上主的帮助，咱早就互对敌掠去，搁疼者落腹咯。咱所信靠的上主是创造天地的神，因为安尼，当人生拄着狂风大涌的时，毋免惊吓，因为上主要拯救咱，无互风涌淹没。当咱互环境的罗网困住的时，毋免失胆，因为上主要帮助咱，亲像鸟仔挣脱罗网，得到自由。我心深深感谢上主，因为伊帮助咱。默想，我的人生减啊落入大水险境，我的环境是毋是亲像罗网困住我？我要仰望上主，寻求上主的帮助。我的人生减啊落入大水险境，我的环境是毋是亲像罗网困住我？我要仰望上主，寻求上主的帮助。咱来祈祷，伫宝座顶面得坐做王的上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伫大水泛滥的时，伸出手骨拯救，互我无受淹没。当我受艰难的环境困住的时，你会牵救我，挣脱罗网，互我得到自由。奉主的名感谢，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